我係黃浩光牧師，今日讀嘅經文係《使徒行傳》第28章1到10節。嗱，今日嘅經文呢係講保羅以及船裏邊嘅人都登陸啦，喺一個島上面，呢個島叫米利大，即係今日嘅馬爾他。今日馬爾他係一個獨立嘅國家，咁啊獨立之前係英國嘅殖民地。呢個島好細嘅啫啊，從東面到西面有8英里，從南面到北邊係18英里。位於意大利南部對開嘅地中海嗰度。島上面有土人，所謂土人係指嗰啲咧唔識希臘話嘅土著，並唔係指嗰啲未開化嘅人。佢哋有文化，所以識得咧款待呢批船難嘅人。由於係冬天，天氣又凍，又落緊雨，所以土人咧幫佢哋生咗個火。生火嘅時候，保羅咧有份執柴。佢作為客人，自己親手執柴去生火，可見佢識得做人，唔會坐喺度咧等人嚟服侍。呢度講有一條毒蛇咬住保羅嘅手不放，保羅就將佢咧揈喺火裏面。土人見到認為呢個係從天而降落嚟嘅刑罰，覺得保羅梗係做咗虧心事，逃得過海難，卻逃唔過條蛇。但當佢見到保羅隻手冇腫到，又冇毒發身亡，就話係一個神啦。呢啲土人呢，真係嗰個觀念呢，係從一個極端呢，就去到另一個極端。有啲人諗嘢都係咁嘅，諗啲嘢就諗埋一邊，好少話有一個持平嘅睇法。跟住講島長布伯流款待保羅3日，期間保羅為佢父親祈禱醫病。嗱，呢種病喺島上邊係一個流行病。由於佢哋飲山羊奶，奶裏面咧有微生物，會引起胃熱。保羅醫病嘅時候咧係靠祈禱嘅，透過按手叫病人好返。耶穌曾經講過，只憑着自己不能作什麼，所以人本身並冇醫病嘅能力。保羅本身係唔能夠醫好呢個人，能夠醫好佢嗰個咧就係神啦。所以保羅要祈禱，聆聽聖靈嘅聲音。當佢知道神要醫好呢個人呢，佢就按手。由於呢個病人係大人物，佢個病一好返呢，消息就好快傳開去。神藉着保羅醫好其他病人，至啲人呢十分尊敬保羅噶。當時保羅係囚犯嘅身份，但對佢嚟講呢，佢都係神嘅僕人，要做神要佢做嘅事。表面嘅囚犯身份，甚至鎖鏈，係唔能夠妨礙佢侍奉神。俾人押解，表面上係失敗，但佢反而喺每一個場合咧，都表現出係得勝嘅。好，我哋祈禱，神啊，求基督率領我哋時常得勝，無論喺乜嘢處境，都要釋放基督嘅香氣。奉耶穌基督嘅名祈禱，阿門。